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新聞首先帶您看到高雄。高雄仁武區去年人口正式突破10萬人大關，在台積電設廠的效應帶動下，人口持續穩定成長。不過，目前對外的大眾運輸仍以台鐵與公車為主，交通的選擇相對有限。地方民眾期待未來能夠規劃捷運，進一步的提升生活品質與通勤便利。隨着高雄輕軌成員以及各條捷運延伸與支線規劃陸續推動，整體軌道路網逐步完善，市民通勤也更加便利。不過，仍有部分地區尚未納入捷運服務範圍，其中仁武在台積電設廠帶動下，人口持續增加，也讓地方開始積極爭取捷運建設，盼望補足交通缺口。我們看到仁大區地區這個地圖調出來，就是捷運的沙漠啊，好像一個結界一樣。捷運怎麼伸都伸不進去，支線怎麼畫都畫不進去。局長，我個人認為啦，在現在國家的財政跟社會發展的需求下，我覺得要再有新的路線，真的是很辛苦、很困難。可是，在新的路線以外，我們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思考，是運用現有的捷運黃線、新建中的捷運黃線、紅線，甚至未來的支線，適當的節點去設計一個所謂的延伸線。多出2-3站伸進去，這一些捷運系統缺乏，可是它使用的需求是高的，讓它可能比較有機會來完成啊。最近幾年，仁大這個地方的這個活動的人口我們的統計增加大概有21.2萬最近幾年大概增加超過5萬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必須要服務的一個地方。那這一部分呢，我們除了在原來的整體路網，我們有鳳山楠梓線，還有高鐵燕巢線以外，那剛剛議員這邊所建議的，是不是能夠在既有的路線上增加部分的一個延伸？其實這是一個好的建議，我們納入來研議，看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能夠比較快速的把整個系統，然後這個邊際成本低，可是它的效用會很大啊。這一部分我們來研議。今年高雄透過演唱會及大型活動帶動觀光人潮，捷運運量也屢創新高。根據統計，今年第一季全系統日均運量已突破24.86萬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了4.2%。若未來仁武納入捷運路網，不僅可補足通勤需求，也有機會進一步推升整體運量。像國高中生比較多，然後也一定有住在仁武的人，學生需要通勤，那這樣也会对他們而言比較方便。那像我自己是大學生，然後可是我偶爾就如果說也會搭，因為畢竟比較方便。仁武目前都是以公車來講嘛，就是用公車去到仁武比較多。如果以大眾運輸的話，我覺得其實捷運，因為現在仁武也會開始有人嘛，我覺得這個捷運是算蠻方便的。以高雄的捷運來講，我就覺得蠻方便的，我覺得是會認同的。方便多了，搭乘的人自然就會變得比較多啊。那如果說再增加仁武那部分，您剛剛講的10萬多人的一個居住率的話，我相信會，而且也可以方便，其實到仁武到市區的一個便捷度。對此，在地議員表達樂觀支持，並提出相關路線建議。不過，目前高雄捷運建設在中央補助上仍有資金缺口，後續推動仍需審慎評估。但隨着人口與運量持續成長，仁武設站的需求也逐漸浮現。其實仁武大社地區有放進去未來的路網的規劃當中，可是要等待一個新的路線來核定到新建動工，這個需要的時間少則5年、10年跑不掉。我認為這樣子其實跟不上市民朋友期待的速度。用一個延伸線的方式，增加3站、4站的方式，把這個服務的路線延伸進去仁大地區，讓仁大地區的市民朋友可以能夠早一點能夠有這個捷運系統的服務。我相信這樣子的財務可行跟負擔，其實對政府而言，對中央來審查的過程裡面，我覺得都是一個可以讓它有機會比較快通過的一個方式。我想，是新的路線或是延伸，對當地居民而言都好。他要的，我們大家要的就是能夠趕快有捷運，能夠讓大家可以來使用這樣子的一個服務。高市府捷運局表示，包含仁武、大社等地人口成長迅速，未來將朝低成本推動捷運建設為目標，並加快相關評估與規劃進度。不過，實際路線與期程何時才能定案，仍有待後續進一步確認。記者陳怡軒高雄報道。
近期有民眾發現，新台17線南段工程大約有700公尺的道路，最近鋪上柏油，也畫好標線，因此有路過的民眾猜測可能會提前通車。對此，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則說明，目前仍按原定計劃，預計在今年底全線才會一起通車。近期有民眾注意到，在左營大路旁的新台17線南段2期，在介壽路到必勝路之間，大約700公尺的路段已經鋪上柏油，並且畫好標線，就連路中央的燈桿也就定位全新寬敞的6線道，讓民眾直呼未來通車後將改善當地車流。因為左營大路就不會堵車了，而且這個多向道路啊就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堵車了，因為現在每天都時常在上下班在堵車，因為這邊多一條路，所以說就不會大家擠在那邊了。一定是會的，對，這個改善方面會有很大，因為畢竟整個台17這邊的也會影響到，高雄產業園區的一些車輛的動線，對啊，這是很好的德政。新台17線全長7.3公里，南段第1期德民路至中海路，實際進度已達72.38%；南段第2期中海路到必勝路，第1標進度為42.62%，第2標預定在115年5月上網招標，將配合軍方代拆代建完成後進場施作。而南段第3期必勝路至南門圓環，目前進度則大約11.65%。高雄市濱海連外道路開闢工程新台17線，全長7.3公里，新工處目前正在努力的推進南段工程，各期的進度如下：南段第1期德民路至中海路，實際進度已達72.38%；南段第2期中海路到必勝路，第1標的進度為42.62%，第2標預定於今年的5月份上網公開招標。將配合軍方代拆代建完成後進場施作。南段第3期必勝路到南門圓環，目前的進度約11.65%，目前仍然按照既定的計劃推進，目標仍然是今年年底讓南段1到3期能夠全線一起通車，屆時能夠串聯北段，即可展現新台17線分流的效益，完善左南地區的交通路網。新工處目前能依照既定計劃推進，目標是今年底讓南段1到3期全線一起通車，屆時串聯北段即可展現新台17線分流效益，完善左南地區的交通路網。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除了台灣知名的連鎖小籠包餐廳，高雄人也有自己愛戴的麵食館。在左營購物商圈周邊的知名老店，以現點現做的方式賣着各式手作美食，生意好到一開門便不停有客人入店用餐。營業時間一到，一組又一組的客人不斷進店，不過10幾分鐘，內用區便已經坐了不少客人。開在北高雄購物商圈周邊的麵食館，不論是搭輕軌還是坐捷運，都能快速抵達。靠着現點現做的豐富餐點與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了北高雄的高人氣美食店家。我們蠻常來這邊的，因為我們住在比較靠近台南的高雄。那我們每次要來異想天地之前，都會先來這一家就愛現點它的餛飩湯跟鹹烙餅。那鹹烙餅吃起來就是還蠻有就是那個麵粉本身的風味的。我都喜歡吃那個湯包還有甜烙餅。然後因為我常常會坐捷運，然後經過我就會過來吃的。我們絲瓜湯包是採用澎湖絲瓜，是全絲瓜的，沒有再加什麼肉啊什麼的，我們就全絲瓜加蝦泥。蝦仁蒸餃我們是用那個白蝦，白蝦我們都是用那個大隻的，不是那種小小隻的，我們後邊都會跑一隻鳳尾蝦出來，採用大的蝦仁。紅油炒手紅油炒手是蠻多，跟外面的不一樣，因為我們的紅油炒手裡面有 A 醬跟 B 醬，醬汁吃起來就是酸甜酸甜。外面在賣的紅油炒手都是有辣的，我們這個可以採用有辣跟沒辣都可以。有着20多年餐飲經驗的老闆，如今默默守着北高雄的麵食館，
店裡不論是湯包、蒸餃還是鍋貼，或者是甜點類的烙餅、鍋餅，始終都堅持着現點現做的方式。即便在人力成本上花費更多，老闆依舊無法放棄那份對於傳統美味的堅持與用心。客人馬上點，我們馬上做，因為所以員工才會那麼多。我們這裡的員工差不多有15、16個，我們出餐還算蠻快的。哎呀，剛之前這裡沒有輕軌的時候，我們也是一腳步一腳步慢慢做起來的。因為這裡以前沒有輕軌的時候是完全沒人啊，可以說完全沒什麼人。哎呀，慢慢輕軌做起來，慢慢人潮慢慢起來的。從一開始的默默無聞，到如今的客源不絕，不光是大眾運輸的加持，更是眾人對於豐富餐點、新鮮食材與現點現做的支持和肯定。記者魏國慶、李品榮高雄報道。鳳山車站在完工之後，缺乏交通接駁的問題就一直備受關注。不過現在終於出現轉機，高雄捷運青線可能會大轉彎，改走舊台糖鐵路廊道，並銜接鳳山車站。地方雖然期待，不過也擔心工程的難度與站點距離過近，導致會影響整體的效益。斥資25億打造的鳳山車站空中鳳城，空間新穎卻人潮冷清，外界點出關鍵就在交通不便。如今高雄捷運青線規劃出現重大的方向調整，市府研擬不再走原本路線，而是改利用舊糖廠路廊直接銜接鳳山車站。鳳山楠梓的這個青線如何走路廊能夠順利的接到鳳山火車站，讓捷運跟鳳山火車站能夠有機會能夠連通的方式，朝着這個方式在逐步的克服。那過程中會有很多的技術細節跟路線的選擇，這些都是可行性。那我們捷運局在這部分已經有納入最新版的那個捷運的整體路網的規劃，然後等候我們完成之後會往中央報送。原規劃的路線在進入車站前會遇到4個轉彎處，施工難度高，工程風險也大，因此成為了卡關的主因。不過新方案則改走凱旋路、國泰路一帶，利用約20公尺寬的舊糖廠路廊，沿着台鐵舊路線，經過復興街、中華街，一路串聯到鳳山車站。路線上面有遇到一些轉彎，還有遇到一些困難點。那所以呢，在路線上面呢，要做調整。坦白講，他們當時說很困難，可是因為這段時間的努力，那捷運局他們也發現，就是原本呢有這個台糖的舊鐵路那這個路線呢可以呢做調整，可以從這個原本規劃的5甲1路進到維新路呢可以調整從國泰路凱旋路這邊呢到國泰路呢可以進到鳳山的復興路還有中華路那所以這樣子呢，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了所以未來我們的這一條捷運青線從我們的5甲出發，未來呢可以進到我們的鳳山火車站，那也可以從鳳山火車站呢直接到我們的左營高鐵，然後一直到這個楠梓的科學園區。地方聽到消息後，普遍都支持路線的調整，不過也提出2大疑慮，包括施工技術是否真的可行，還有新設的站點是否會和現在的捷運鳳山站距離過近，導致影響了整體的效益。非常感謝，就是很多民意代表還有一些局處都一直很積極在 push 我們這邊鳳山車站的繁榮。那雙鐵共構雖然困難度很高，但是他們一直去排除很多的重重障礙關卡。那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能帶動更多的人潮跟這周邊的經濟，讓我們的鳳山車站空中鳳城能趕快的順利招標完成，那人潮進去湧進。計劃是上好的，因為北鳳山這其實留在天道也是希望限制掉。如果講伊會使為這個是上好的。非常高興的，因為這樣我們鳳山火車站呢又露出一線曙光，就是可以邁向更繁榮的一線曙光了哈。那我個人的看法比較朝向說，既然市府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的話，那不如就是辦個地方說明會，然後讓在地民眾來了解跟參與我們這條捷運，它到底要從哪裡進來，然後它地下連通道它的完整性的規劃，就是可以納入地方的意見。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規劃會比較更具有意義，而且
比較能夠符合地方的期待以及需求。捷運青線是否會大轉彎，攸關着鳳山車站的未來發展，也牽動整體的交通布局。因此，地方希望市府能夠趕快舉辦說明會，讓路線的規劃更加透明，也讓民眾能夠早點安心。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犯罪調查類的戲劇實境節目日前在台南舉辦開鏡儀式，集結中央、地方政府、產業界及文化界重量級貴賓共同見證，首創明星、律師及少年偵探的跨界形式，要讓法律走進生活。制片人更喊出目標是前進明年的金鐘獎。少年偵探大聲開鏡大吉！隋棠、王彩華、溫昇豪、江宏杰與陸雲熙等人一起進行開鏡儀式。少年偵探誕生節目在台南拍攝，以原台南放送局做節目主場景。過去他透過聲音來進行放送，今天他將要透過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影視作品一個節目，那來播放更多關於台南的故事。可是呢，在這個故事當中的一個核心的精神，事實上就是法治的一個精神。这收視率不要太高，20%就好。節目經過8年的想法，2年積極籌備，由金馬金鐘團隊策劃，結合明星效應與法治教育專業，以戲劇化情境模擬與互動推理為核心，鎖定6至24歲，對推理與法律充滿熱情的年輕族群。拍攝場景將深入台南各地，活化歷史空間之外，也打造結合影視、觀光與教育的沉浸式體驗。台南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這裡有人文、有文化、有內涵、底蘊，甚至我們的天氣都很好，人很善良，什麼都好。如果少年法治從台南開始萌芽，那麼這個城市會更偉大。少年偵探誕生也獲得文化部的補助與支持，在中央、地方政府、產業界以及文化界貴賓共同見證之下，將成為一項由台南在地力量共同推動的文化影視計劃。記者周海棠的報道。前旅美強投江少慶回到中職後，因為傷勢成績並不理想，在去年底轉戰統一獅，今年經過整體評估，已經達到一軍的出賽標準。在睽違596天後，首場對上了樂天桃園。跟着鏡頭一起來看這場等待已久的賽事。在球迷的歡呼聲中，等了596天，江少慶披上76號的獅隊戰袍，再次站上一軍投手丘，對戰樂天桃園。先發前3局用54球投出4次3振2個保送，僅被敲1支安打11分，最快球速來到155公里。那今天有這樣的表現，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鼓舞。那我也希望他往我們的計劃去進行，那成為我們統一依賴的一個輪值的先發投手。回顧2024年效力富邦悍將的江少慶，在新莊球場面對樂天桃園先發，2局上對決馬傑森時，痛苦蹲地抱着胸口，隨即因右側胸大肌撕裂傷退場，展開漫長的復健之路。如今復出的第1場比賽，用表現證明了自己。你一直想回到球場上，可是那個燈光一直打不到你，就堅持自己的努力，然後我知道這個不是小傷，開始慢慢回到正軌，開始有傳接球一套的訓練，然後直到今天在一軍上可以投球，然後拿下3振那一刻，我覺得我的選擇沒有不對。少慶這樣一路走來，其實我們都看在眼裡，因為這真的蠻辛苦的。當我傳球給他的那一瞬間，我看到他眼光泛淚，我自己也會就覺得很欣慰，就是看到學長這樣一路走過來，所以我們就會更想要幫他拿下勝利這樣子。隊友也相當給力，蘇智傑與潘杰凱5局下連續安打追平，林子豪、潘杰凱7局下安打攻占2、3壘，朱家恩右外野2壘打，讓獅隊拿到3分差領先，最終以4-1拿下勝利。記者楊書懷台南報道。
為了確保醫療機構血液庫存充足，由宜德家國際與愛在台南教育關懷協會共同發起，結合台灣廟宇舉辦的公益捐血活動，號召優質企業、公廟與社團共同參與。只要是第一次捐血或是一次捐血500毫升，主辦單位就會贈送1隻龍蝦，吸引了不少民眾響應。由宜德家國際、台南教育關懷協會發起愛心捐血活動。今年已經邁入第4年，延續去年捐血送龍蝦活動。今年創會理事長吳國珍因為身體為恙，因此活動延後，但送龍蝦還是持續。就算運費原物料漲價，理事長還是不惜成本。就連北區區長潘寶淑也特別肯定協會熱心公益。這次是我們宜德家國際愛在台南教育關懷協會，還以是台灣4.5廟、復興中親會、台灣少林達摩指示會，我們就是一起聯合舉辦這一次的有意義的公益捐血。雖然今年我小意外，但是我還是愛心不落人後繼續辦。去年龍蝦就收到好評，5點多就有人排隊，今年更早4點多有人排隊，但是今年龍蝦漲了3倍，我們還是堅持用青龍，每只都是那個架槓的。500克以上的。愛在台南教育關懷協會，我們吳理事長，他本身也是我立案在我們北區，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北區的光榮，有理事長能夠發起這樣的一個捐血活動，而且就算他最近身體有點微恙，他還是願意持續來做這樣的一個捐血的一個活動。那我想呢，這樣的一個愛心可以回饋給大家。那今天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這一隻龍蝦。那我記得去年也是一樣有提供龍蝦，只要捐滿500cc 就有送1隻龍蝦。我想這是理事長對社會上的一個回饋。現場出席除了4.5廟主委、北區區長，還有多位民意代表議員也都到場，肯定這項有意義活動。已經幾啊年啊啦，係啊，幾啊年啊啦，所以真感謝伊，把這個活動對社會福利真好，我想把這個會長感謝一下，非常感謝我們吳理事長那也結合了很多社會各界的力量，那由宜德家國際，那還有我們台南愛在台南教育關懷協會，那同時理事長也是吳氏中親會的重要的幹部，那所以今天很多吳氏中親會的朋友因為親董，然後也到現場，那當然還有很多各界關懷我們台南捐血的各位很多協會，包括達摩協會等等，都一起來挽袖，然後那我想每個禮拜都需要趁着週末的時間，來感謝我們社會各界一起來募資更多的資源，然後來讓更多的朋友一起來捐血。由宜德家國際與台南教育關懷協會共同發起愛心捐血活動，今年吸引更多年輕企業加入。現場除了有生猛龍蝦，還有香腸、雞蛋糕等攤位贊助，整個廟前廣場就像辦市集，吸引許多年輕族群與學生共同參與。記者林瑩跟台南採訪 AI 播報。畢業成果展除了在校內的禮堂進行演出，也能走入社會，帶給大眾溫暖。在展演前夕，學生走出校園，前往永和醫院附設安養中心進行公益巡演，以戲劇與歌舞表演陪伴長者，提前為畢業展暖身，也讓藝術走入社會角落。來這邊其實也認識了很多人，然後交了很多好朋友，覺得其實這3年過得其實蠻開心的。南影影視科第26屆成果展內容豐富，涵蓋影像創作與現場展演等多元形式，動靜態作品同步呈現學生專業能力。校方也特別規劃校外演出，學生將畢業展節目重新編排，加入歌仔戲與經典台語歌曲，貼近長輩喜好。現場氣氛溫馨熱絡，不僅拉近了世代距離，也展現年輕學子的創意與活力。他們在這個戲劇過程當中，就是整個展把它當作成一個戲劇來演出。那這個戲劇是他們這3年的所經歷過的一些時間，然後把它濃縮成戲劇，然後把它演出來。那特別是在影視科這個大家庭裡面，他們不管是在排戲的過程，或者是拍片的過程當中，會遇到很多的狀況，但是他們今天都把它融匯在戲劇裡面去做演出。那我想這也是讓
學生跟家長能夠看見這群孩子其實在影視科裡面學到的這些事情，其實不是浪費時間的，而是他們有能夠真正自己發展的一個空間，那也幫助他們的未來可以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影視科主任蔡家璇表示，影視創作不應局限於鏡頭與熒幕，更應承載的人文關懷。透過走入安養中心與長者互動，學生學習用表演與影像傳遞情感，將課堂所學轉化為實際行動，讓藝術成為服務社會的橋梁，也讓外界看見高中生的正向力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捷運三鶯線的三峽站是新北市政府首座兩側出入口辦理開發案的車站，目前都已經正式動工，新建2棟15層樓的住宅大樓以及100坪的日照中心。新北市政府侯友宜親自到場為工程祈福，期盼實現到站即到家的願景，並積極力拼捷運三鶯線年終通車。新北捷運三鶯線三峽站聯合開發案出入口2的部分在今年4月動工後，出入口1的部分也在4號正式開工。市府規劃新建2棟14到15層樓的住宅大樓，並設置約100坪日照中心，預計2029年完工交屋，朝到站即到家目標邁進。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親自到場為工程祈福，並表示市府力拼捷運三鶯線在今年中通車，而三峽站便是新北市府首座兩側出入口都辦理開發案的車站，落實軌道經濟模式，期盼促進三峽鶯歌整體發展。今天是三鶯線的三峽站1號出口這個聯開案的開工動土。未來光這個聯開案，我們除了有公益回饋145坪的日照中心以外，我們會蓋2棟14層到15層地下2層，引進我們三峽更多的人口，也更多的產業，所以我們期待今天開工動土能夠到2029順利完工。那未來我們隨着軌道經濟，那7處的聯開案已經5處招商完畢，3個地方動工，2個即將申請建造，希望7個都能夠如期如圖的把它完成，帶動三峽鶯歌的大發展。我們全力以赴，三鶯線可以節省三峽鶯歌到台北將近20分鐘的時間，今年一定能夠通車，希望大家多多搭乘我們的三鶯線。不過，對於開發案，地方上也有不同的看法跟期待。新北市議員呂家凱指出，聯開案除了住宅開發，更重要的是公設，應優先納入托老、托幼及商業設施等在地需求。他表示，在地居民關心的不只是房價變化，更期待透過開發引進商場或多元服務機能，減少跨區消費的不便，讓聯開案真正與地方生活結合，達到共榮發展。當然，它聯開辦，它有所謂的住宅區，還有所謂的公共回饋嘛，就所謂的一些什麼社會住宅等等的。所以我相信，第一個地方期待的，並不是說我這邊有沒有新的所謂住宅，因為那是買家他要自費嘛。那重點是我回饋的項目裡面，能不能促進地方的，不管是養老的設施，或是托公、托嬰、托幼，甚至商場的行為，我認為才是地方關心的。像北大這個地方，大家的經濟模式或是生活模式，要買東西，他基本上都要跑到板橋、跑到南樹林，甚至跑到桃園、台北。所以說，既然我們北大裡面它位在南樹林、鶯歌、三峽的終點區，就應該更多的開放很多的商業行為在這邊。所以我期待說，未來新北市總共有7個聯開案的地方，都應該納入未來的經濟考量，不只是托老托幼。我認為商場甚至是飯店 BOT 的入駐，都應該可以納入未來的聯開案的開發的考慮裡面，招標書內容裡面，可以多納入地方的一些需求、地方的心聲。我相信這才會整體的讓地方跟所謂的我們聯開案整體共融在一起。新北市府表示，捷運三鶯線共規劃了7處捷運聯開案，目前已成功招商5處，其中3處已動工，剩下2處力拼年底前全面啟動建設。未來聯開案如何在住宅、商業以及公共服務之間取得平衡，並兼顧地方需求跟城市發展，考驗市府在軌道經濟跟都市治理上的整合能力。記者林新北報道。
最近有民眾在中壢埔中街看到一塊中壢文創夜市的招牌高高掛起，引發了熱烈討論。對此，桃園市經發局出面澄清，表示該夜市的申請案目前尚未核准，因為業者的交通配套措施還不夠完善，因此目前還在跨局處的審查階段。大大的招牌寫着中壢文創夜市，這塊近期悄悄掛上埔中路街頭的看板，在地方社團炸開了鍋。不少民眾在網絡上頻頻發問，是不是又有新夜市可以逛了？但期待之餘，更多的是附近居民的反彈與疑慮。因為埔中路作為中壢區的重要聯絡道路，上下班尖峰時刻本來就容易塞車，如果再進駐大型夜市，周邊的停車問題與車潮，恐怕會讓當地的交通雪上加霜。面對民眾的焦慮，桃園市經發局出面踩剎車，強調這座夜市八字還沒一撇。中壢文創夜市其實就之前業者有提送一些申請的一個計劃書，那市府這邊也有做過初步的審查，目前其實審查還沒有通過，就是說各市府的一些各相關單位針對一些交通的部分可能還有一些疑慮，需要業者能夠作為進一步的澄清跟修正還有調整比如說因為像最近埔中路本來就是比較塞的一條路嘛，那針對雖然說業者在計劃書的方面有提出一些說法但是覺得可能還不盡完善，所以可能還會再推請業者來做更進一步的修正。但是就是這邊是否還是要先澄清，就是說中壢文創夜市目前是還沒有正式核准。經發局把話說得很白，想開夜市沒那麼簡單，因為這不僅僅是經發局單方面的業務，還牽涉到交通局、環保局等跨機關的嚴格審查。針對民眾最擔憂的交通衝擊，市府絕對會嚴格把關。要求業者提出具體可行的各項相關計劃。經發局也表示，業者也是直到這週才剛剛把補件資料送進市府。其實業者這邊的這個提送的修正文件是本週才提送進來的，所以目前的話，我們預計會在本月會再召集各相關單位來召開審查會議，就是還是要再次澄清這個案件還沒有正式的核准，都還在審查階段。招牌雖然已經掛上，但過不了市府這關，夜市就絕對不能違規營業。經發局預計這個月就會召開跨局處審查會，針對業者新送交的交通改善方案進行攻防。市府強調，在沒有解決周邊居民的交通疑慮之前，不會輕易放行。也提醒民眾與周邊住戶先別過度恐慌，一切都要等審查會的最終決議出爐，才能見分曉。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為了縮短民眾洽公的時間，加速取得簡易服務，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今年在各區的地政事務所推出 AI 人工智慧櫃檯，從諮詢問題到申辦作業，提供民眾迅速的一站式服務，希望鼓勵大眾多加利用新科技服務。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今年在各區的地政事務所導入 AI 人工智慧櫃檯，從諮詢問題到申辦作業，提供民眾迅速的一站式服務。樹林地政事務所也介紹，系統結合生成式 AI 跟語音互動技術，民眾只要透過對話，就能像與真人櫃檯互動一樣，獲得即時解答，同時也能列印申請書跟謄本，提升整體洽公效率。最近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AI 時代的到來嘛，那 AI 技術其實已經是就是大家的潮流了。那我們公家單位也在引進一些 AI 技術的東西。那像我們這次今年來有推出這個叫 AI 人工智慧櫃檯，那它有一個模擬真人的一個問答，裡面可以透過這台機器去詢問一些地政業務。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對話的方式，利用這個麥克風，那我們可以問出地政業務之後，那它會就是像真人一樣的方式去回答您。為了讓更多民眾熟悉相關操作，地政局也推出在6月30號前體驗抽好禮活動，而樹林地政事務所也進一步加碼，即日起到15號，民眾只要到現場體驗 AI 人工智慧櫃檯，並加入樹林地政事務所賴好友及填寫問卷，就能獲得精美小禮物。若進一步完成謄本的申請或是文件列印，還能再獲得額外的贈品。樹林地政事務所也會安排人員協助操作，希望鼓勵更多民眾嘗試智慧化服務。我們現在目前就是因為它是偏自助的嘛，那
我們未來會跟民眾去做介紹，說這一台怎麼操作、怎麼使用。那像是我們民眾比較多的時候，那如果您可能趕時間的話，那你就可以先过來這邊，它可以申請謄本，也可以列印簡單的申請書。因為目前這個剛推行，可能還有多數民眾還沒有那麼了解啦，所以我們今年有推出一些行銷的活動。那像本所啊，現在目前就是說會邀請民眾來體驗，體驗完之後呢，那可以填寫問卷，給我們一些回饋。那這個部分的話，你只要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就會送很精美的小禮物。從問題諮詢到文件申請都能透過 AI 櫃台一站完成。地政局期盼未來能讓更多民眾習慣智慧洽公模式，提升整體行政服務效率。記者林林新北報道。桃園市政府推出7大珍珠海岸主題遊程，行程橫跨山河海，玩法豐富多樣，並同步推出桃園珍珠海岸好禮套票，以279元的驚喜價格，即可獲得超過600元的超值內容。跟着鏡頭帶您一起來看。3、2、1，請開箱。夏天到來是最適合玩海的季節，桃園市政府推出7大珍珠海岸主題遊程，行程橫跨山河海，玩法更加豐富多元，並邀請自然觀察家劉克湘老師到訪遊歷，邀請大家在這個夏天來到珍珠海岸，用雙手划槳、雙腳踩踏，留下精彩故事。帶20-30個人，用搭火車或高鐵，或者用客運抵達珍珠海岸，然後再進行走路或騎單車。那我用這樣的方式是，第一個我自己個人的興趣，另外一個是因為旅行現在都盡量在朝節能減碳方式，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也歡迎大家用這種方式來認識桃園這個海岸啊。然後如果你用騎電動單車或者走路，你可以一次把它走完的話，我覺得甚至2天1夜才能夠走得完。那樣的話，你會收穫非常非常多。那我覺得也是非常適合親子旅遊。這次遊程規劃7大主題，除了延續去年千古石滬跟藻礁導覽，還推出山海大3元挑戰，可以划船感受後湖溪之美，登上59桶山，登高望遠，還有超多超級好拍的重量級景點，讓大家從吃喝玩樂享受珍珠海岸。我想剛才我們國內最有名的走讀作家劉克湘老師，他用他親身的體驗，推薦我們珍珠海岸給我們所有鄉親朋友也好，或者我們國內的民眾。那麼珍珠海岸是我們桃園從北的竹圍漁港到南邊的永安漁港串起來一連串非常非常多的景點，包括沙丘，包括石滬等等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細細的品味。那麼我們今天端出來的這7個套裝行程呢，已經幫我們的遊客們串好了，看你喜歡哪一種風味，哪一種內容的這種行程，我們7個行程裡面都有適合你的興趣的。除了跟團旅遊，針對喜歡自由行的旅客，市府也結合超過30家在地深度觀光體驗業者，同步推出桃園珍珠海岸好禮套票，以279元的驚喜價格，就可以獲得價值超過600元的超值內容。另外，我們這套票呢，基本上除了物超所值以外，還把我們精挑細選海岸沿線所有最傑出、最有特色的商家串起來。所以用這個套票呢，直接上面就有推薦，說你可以在新屋、在觀音、在大園去哪些商店，有什麼樣特色的東西。所以我想，過去人家曾經批評桃園最不好玩，但是現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體會一下，你可以發現說，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珍珠海岸可以說是我們國內各個縣市裡面最具多樣風味的一個海岸。這次桃園市觀旅局也全新推出桃園觀光大使葉淑華的全新周邊淑華樂淘淘行李箱旅遊好禮包，包含桃園在地農特產品以及淑華筆記本全套小卡 NFC 鑰匙圈等。只要報名參加珍珠海岸主題遊程，就有機會抽中。邀請大家一起來桃園旅遊，感受珍珠海岸之美。記者賴偉一同報道。2026台北傳統市場節熱鬧開始，以市場江湖為主題，將在花博長廊廣場展開天下第一攤的職人料理對決。攤商化身料理高手，從經典小吃到創意料理接續上陣，展現台北傳統市場的多元風貌。
年輕舞者化身廚師，勁歌熱舞為現場炒熱氣氛。2026台北傳統市場節即將登場，今年天下第一攤評選活動競賽分為肉力全開與蔬活主張，由專業評審深入各市場實地評分，並集結名廚評審、美食專家與 KOL 共同參與最終決選，從料理風味、創意到整體呈現全面評比。因為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市場江湖，江湖的俠客大概都是穿這個樣子了。那為什麼要用江湖？因為我們說的市場裡面真的隱藏了很多大內高手，大家都各懷絕技。那我們今年用葷食跟蔬食當做主題，所以不只有大魚大肉，我們也有精緻用蔬菜、水果入菜來做出來的特色料理，我們希望能夠滿足更多不同的族群受众的需求。那当然，随着自媒體的發達，我們也從前2年開始，我們推出了這樣子的短影片製作的比賽。那今年我們也持續的會辦理。我們希望除了把市場的美食推薦給大家以外，透過這些影片，能夠把市場的人情味傳遞給大家，把這個傳統的文化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感受得到。那當然，除了軟體的活動以外，我們在硬體上面也持續的精進。我們不止有幾個市場已經完成改建，接下來即將也有幾座市場要進入現代化的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今天來最主要就是跟大家鼓勵、跟大家加油的說實在的，其實我很喜歡市场，我很喜歡到市場買菜。剛剛會長才講，我媽媽前幾天就到南門市場去買菜。我爸爸水處處長退休以後，他也自己常常跑到環南市場去買菜對，所以我們是這個傳統市場的忠實支持者。攤商也端出招牌料理參戰，選用在地食材入菜，從傳統風味到創新組合，展現多年累積的手藝與市場特色，也讓民眾一站品嘗多元美味。我們用了宜蘭的羅東方山雞、甘蔗跟鹽水的口味，還用烏骨雞，還有用宜蘭的特色料理櫻桃鴨。那櫻桃鴨的話，那是現在在外面的話非常搶手你到宜蘭吃的話，未必真的吃得到宜蘭的櫻桃鴨。那這道菜的料理就是說，它的名字叫雞同鴨賞。那你這樣配合的話，你可以吃出肉的清爽到濃郁，甚至到煙燻的味道。那你可以吃到宜蘭的人情味跟市場的一個味道。除了料理競賽活動同步推動100人推薦名攤與短影音競賽，串聯多元展演、市集攤位與互動遊戲，更有機會抽中電動機車等大獎。邀請民眾5月16到17號走進市場江湖，找到屬於自己的味覺記憶。記者李啟慧台北報道。台北市第一座3級污水處理水資源再生廠正式啟用，結合環境教育館與周邊，建構全國首創的水資源循環園區。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台北市將逐步邁向2030污水全面自主處理的目標，提供民眾更好的生活品質。請支台永續台北水亮民生。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台北市議員錢惠珠、張維源、張文傑與市政府副秘書長林世斌等人共同揭牌下，台北市第一座3級污水處理水資源再生廠民生水資源再生廠正式啟用。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污水處理是看不見的良心工程。目前台北市接管率已經達到 83.66%， 是全國第一。民生水資源再生廠的前身舊民生廠，在2002年功成身退。北市府在原址打造全市第一座3級處理技術的污水處理廠，啟用後透過全新技術，每日可處理4萬噸污水，比舊民生廠提高 158% 的量能。另外採用 MLE 及 MBR 技術，每天可再生產1萬噸的再生水，讓市民使用，全面提升台北市的用水韌性。今天我們所在的地方，以前是舊民生廠，它曾經是全國第一座用活性污泥技術來處理的污水處理廠。那2002年功成身退，那今天我們在舊民生廠的土地上，打造全台北市第一座3級處理技術的污水處理廠。那另一方面，我們未來民生水資源再生廠啟用以後，
我們透過全新的技術，可以每一年處理4萬噸污水。這已經是比以前舊民生廠提高了158%的量能。而更重要的，我們透過技術，可以再生產1萬噸的再生水。所以我們也嫁接了6600公尺再生水的管網，以及串接3座智慧取水站，讓我們包括民生社區市民朋友可以使用再生水，包括清潔、澆灌、預測沖水等等，全面提升我們台北市用水的韌性。請啟動。而在民生水資源廠啟用後，接下來還有也是3級處理技術的內湖污水處理廠，以及正在興建中的濱江水資源再生廠。預計台北市在2030年將達到污水完全自主處理的目標，有望超越美國洛杉磯等國際城市。我們的目標就是在2030年達到完全自主污水處理，因為除了民生水資源再生廠，接下來還有內湖廠，也是3級技術處理。再加上我們正在興建的濱江水資源再生廠，所以在2030我們達到完全自主處理，而且3級污水處理技術會超越包括美國洛杉磯等國際都會，所以這不僅是帶給市民朋友更好的生活品質，其實也是台北市的骄傲。那这个孔径只有0.00吗？那污水孔是一个孔径中空，这边经由负压的原理吸抽上去。卫工處處長黃群表示，民生廠還結合環境教育館，並串聯鄰近福源公園、關山河濱公園及民生社區，建構全國首創的水資源循環教育園區，兼具歷史傳承、環境教育、技術展示與市民休憩等多元功能，展現台北市由污水處理邁向水資源循環再利用的重要成果。水潤民生，律動未來，讚！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2026藍色公路舉行首航典禮，澎湖輪滿載遊客，從基隆港出發前往澎湖欣賞花火節，還有超跑車隊號召成員將22輛千萬超跑運到澎湖自駕旅行，十分吸睛。321，愛心出發，滿心期待，熱血起航，最後比個耶！畫面上就是22輛千萬超跑齊聚基隆港，準備上船前往澎湖，場面壯觀。規劃行程的旅行社表示，這是一個特別航程，透過飛機跟輪船把遊客帶進基隆跟澎湖。非常開心，我們奇遇超跑車隊呢，我們帶了20幾台的超跑，這個非常帥氣的猛獸，我們有藍寶堅尼、法拉利、保時捷，還有邁拉倫，整個就是20幾台超跑，我們即將從基隆港登陸，登上那個澎湖輪，然後往那個澎湖出發。4天3夜的旅程，其實我們這一次真的，我們就是結合請旅行社幫我們規劃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旅程。那包括我們明天早上到澎湖以後呢，我們下船我們會超跑自駕1整天的行程，然後晚上我們還會登上那個遊艇去看煙火。因為5月4號澎湖是花火節的那個開幕，那我們明天到的話是第二場的那個煙火。這個航次呢，我們昨天就已經從馬公，我們晚上8點開船，昨天承載率9成5，那剛剛我們有提到，包括彭議長，打一定報告節，我們今天下船的貴賓已經在基隆旅遊了，早上抵達之後，遊覽車就帶着我們到和平島，然後到這邊漁港，現在這個時間應該在柳泡假洋溪，所以我們整個遊程包含7+9的配套，還有我們也有從各地的我們搭飛機先到馬公，再搭船，所以這整個配套是非常豐富的。那11個半小時的，我想從登船開始的氛圍就是類遊輪的體驗。從我們一開始登船，我們在船上就安排有歌手的演唱，這整個氛圍其實8點登船，那包含我們剛有介紹。整個活動上面呢，我們有安排的，歌手的演唱之外呢，我們還有安排海上的電影院。3、2、
在海上藍色公路首航典禮上，交通部長陳世凱跟基隆市議長童子偉、觀光署長陳玉秀、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周永輝、航港局長葉協龍、台航公司董事長劉文慶等航商，以及航程相關的縣市政府代表出席，共同推動海洋觀光，讓國人重新認識台灣海洋魅力。交通部長陳世凱也表示，希望透過藍色公路帶給地方更多的經濟與消費，共創多贏。因為我們藍色公路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就是基隆，我們想到的遊程，當然到了船上就開始玩，然後船呢到了目的地下船之後，我們希望跟地方政府可以結合，例如說玩澎湖、玩金門、玩馬祖，然後玩這個花蓮，跟地方政府來合作。那還有一個點，其實我們也要來思考，就是出發的點。我們時常思考到說，我们基隆開到花蓮，在花蓮過一夜，在花蓮玩一玩。可是基隆可不可以幫忙想一下，我出發之前先在基隆先玩了一趟，然後再上船。這個就要拜托基隆來幫忙。也就是交通部幫我們創造了人流帶來基隆，我們基隆必須想辦法把金流留下來。未來我們中央跟地方一定會充分的合作。那我們接下來會推出相關藍色公路的相關的政策跟政見跟配套，搭配我們基隆市的發展，然後把旅客、旅人，除了我們基隆自己的市民出去玩很開心以外，我們也希望把旅客、旅人留在基隆，帶來不同的創造一些我們這個把大家留下來，留在基隆，然後再從水上看基隆，或從海上看基隆。然後如果大家可以想象，我們未來如果推出相關的你從基隆港本來可以搭船到澎湖，搭船到這個花蓮，如果你可以搭我們自己的水上的計程車到這個和平島，或到正濱漁港，或到八斗子，我想也會有不同的體驗跟感受。那我想過去大家一直詬病的就是郵輪客到了基隆就跑到台北去，現在是從世界各地以及台灣各地把遊客送到基隆來登船，那麼地方政府更應該善用這樣的一個優勢，讓這些旅人在基隆能夠留在基隆玩一天之後再上船。我想這絕對對基隆是一個非常優勢的一個發展。交通部航港局推動台灣藍色公路嘉年華，我們台航義不容辭這一次是從基隆到馬公，我想這個航線未來嘗試以後會逐步的推廣，對於地方交通建設、旅運市場、消費等等有很大的幫助，相信會帶給不一樣的旅遊的感受，包括從海上看台灣，從海上看日出，這是一個很好的享受。當我好不容易離開辦公室到達這裡，我就希望成為我旅行的開始。所以它不應該是我到這裡還在等11個小時，它才會進入旅行的開始，不應該。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晚上啟程，它應該進入我的休息時間。所以上次我有跟葉局長講說，像我們這種忙碌的要死的人呢，平常沒有機會去保養、修指甲、護髮美容一下，對不對？我希望在船上這11個小時應該能完成我這件事情，然後我下船就開始變漂亮，是不是這樣？我希望我下船第一時間就要拍出好看的照片，所以這是我去年跟他許的願望。所以在這樣成功示範的這個基礎上，我們今年航港局跟我們這個觀光署跟各單位討論之後，我們今年要來擴大辦理，把我們原來的4個航班呢今年擴大為7個航班。另外呢，我們辦理的時間也從去年的7月提早到今年的5月最主要要把這個時間，第一個跟我們澎湖的花火節結合之外，另外我們也把這個航程的時間把它拉得更長一點，讓我們所有對藍色公路有興趣的國人都能夠有更彈性、更多元的這個選擇。航港局長葉協龍表示，今年藍色公路共推出7個航班，包括5月5號到7號基隆到澎湖，6月及7月布袋、澎湖、金門跳島航線，以及7、8月基隆到花蓮暑期限定航次，提供多元的跨區旅遊體驗。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新北市八里區近日發現有4頭小虎鯨集體在沙灘擱淺，被帶到基隆的救傷站照料。目前經過評估，認為狀況良好。在海巡署與基隆市政府的協助下，協助運至基隆外海，順利完成野放。抬手，飛，飛到飛機。
小虎鯨搭乘海巡署艦艇出海，準備野放。志工們小心翼翼將它們放在平台上，讓小虎鯨順着平台往下滑。這次也是破紀錄，因為上次是3+1，那這次是4+1哦，所以這樣的一個集體擱淺，通常都會可能有伴隨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那我們也希望，因為有集體擱淺，他們其實群體的這個互相的感染其實很濃密的，所以希望他們可以一起進來，也可以一起回到大海去。有民眾在新北巴黎北堤沙灘發現4隻小虎鯨擱淺，經過海保署相關單位搶救，送到基隆八斗子救傷站安置。4隻小虎鯨狀況恢復穩定，6號下午順利野放。其中1隻小虎鯨還懷着小寶寶，讓不少志工笑着說是母親節的驚喜。在超音波檢查的時候，我們發現其中有1隻母的呢，它是懷有胎兒的啊，那胎兒的長度大概有30公分，所以呢，我們在这個覺得說它還可以適應野外的環境的話，我們就盡速讓它回到野外去，也希望這個母親呢能夠在野外呢順利的繁殖下一代。去年做了這個土建的更新工程之後，它是做固定式的池子。那去年完工之後呢，目前已經進行第2次的收容，第1次是革龜，那這一次是4隻小虎鯨哦。那也因為這樣的土建工程呢，讓這一次4隻的這個小虎鯨可以順利的來這裡做收容安置，因為不管是量體跟這個水量跟這個設備都可以比較符合這個4隻收容的這個量能。由於基隆八斗子救傷站首次有4隻虎鯨同時收容，光是志工就出動了200人次，而民間遊艇業者及相關科系大學都加入野放行列，握進那個池子裡面，然後幫忙要讓它上去到那個的過程。然後其中我們其實本來第1隻要運的是3號，但是因為3號它太緊迫了，它太緊張了，所以那個小虎鯨緊迫的時候，它會停止呼吸，所以我們只好改成先放1號。這算是非常難得的體驗，因為之前其實也都只有透過報章雜誌那樣去了解野動的東西，然後這次能夠親眼看到，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這樣，身為我們業者，但尤其是在基隆嶼這邊，其實我們去年的時候在基隆嶼附近也看到非常多的海豚在這邊悠游。那今天有參加這個所謂的野放的一個活動，其實我們真的是與有榮焉。但我們本身其實公司也是新北市跟我們有合作，就是我們常年在放這個幫他們這個釋放這個海豚的這樣子，或是野生動物海龜也有，然後也是這樣子的幫忙。那我們也是希望呼籲其他的一般大眾或是其他的業者能夠有機會能夠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海洋的這個野放的一個狀態這樣。政府和民間單位齊心協力，讓4隻小虎鯨這溫暖一幕出現在母親節前幾天，也讓不少民眾感到溫馨。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聞週報，我是黎品榮，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會。